第12课字尾的 HPTK， 字尾的 HPTK 嘛叫做动音，甲英语的 HPTK 小可共款，毋过敢若读伊的前半部尔。百、六、发、六。六、十、日、国、四、十、节、朴、四、入、一、木、八、接、骨、合、加、结、不、合、白、毒、立。